过来，咱来看，伫咧美国的奥勒冈州，有一只猫仔去喂着禽流感来死亡，因为伊食的饲料罐头内底火鸡肉有带病毒，才会去着病死亡。另外，伫华盛顿州动物保护园区嘛标出有禽流感的情形，而且毋但是鸟仔去喂着，包括狮在内，目前已经有20只大型鸟科的动物因为安尼来死亡。 鸟是真侪爱鸟人士心中的宝贝，真侪人为着互鸟食好、啉好，会开大钱，互宝贝鸟仔食好料。严格美国所传出俄勒冈州一只天母鸟仔食到青的鸟仔食物，火鸡肉配方，所因为食物受到禽流感病毒 H5N1 感染，因此死亡。 We do have many reports of cats, particularly. There have been some reports of dogs also, but cats particularly acquiring bird flu. Predominantly from raw food sources. So this goes with raw milk as well as raw meat. So I'm going to say raw protein. 因为刚一批上期限到2026年5月7日加6月23日审批，已经透过经销商卖去美国加州、佛州、宾州等等超过11州，甚至阁卖去海外。生产的宠物食品公司西北天然公司嘛宣布紧急回收，也是请民众甲相关的宠物食品单调办理退钱。根据研究，禽流感过去捌伫真侪动物物种之间传播。今年3月，美国的人牛正式去喂着禽流感。3月开始，全国已经有数十只鸟仔喂着禽流感病毒。洛杉矶公共卫生科在咧调查4只鸟仔啉青牛奶了后死亡的原因，暂时阁标出华盛顿州一个动物保护区已经有20只大型鸟科动物喂着病毒死亡。上大先喂着病毒的是美洲狮群，伫11月去喂着，了后其他的动物开始发病，而且为11月23开始病症陆续恶化死亡。 Clinical signs we're looking at would be loss of appetite, lethargy, fever, severe depression, runny nose, gunk in the eyes, respiratory signs, and lastly, neurologic signs. 动物园怀疑是野鸟的排泄物禁止使用区，也是污染着动物的食物，为着消毒，除了隔离关闭相关的设施，卖收集园区内底所有稻草甲有机物，甲物件消去了后，才替规个园区各所有动物的食物消毒。各个过程爱过6个月才当完成。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